敢袂用较紧甲我安排，互我来去见？你要安排素芬姑娘来甲我约会？是啊，报告听着，我是有喙哦，讲我无烂呢。伊听到吼，耳孔拍拍，喙齿开开哦，看那流喙烂擦擦伫顶头呢，叫我感化。你的功劳较大啲，毋是啊，听着啊，小的办事不力，害大人受难受苦，小的该死，小的该死。我问你，到底是你安排伊来甲我见面，还是伊主动要来见我？这是素芬姑娘主动要来见你的啊。哼，我就知，你讲的甲伊讲的差有偌济，你敢知？是，差少济。啊，我叫伊莫来啊，叫伊莫来，叫伊来。我看伊到底要比啥物网？是，当一个厅长，哪会惊一个查某有啥物活汉子？叫伊慢啦，兼只办一道酒菜等伊来。嗨。我是要添丁仔呢。嘿，遐对啊，我嘛想要去看个了。啊，行。无咯，阿伯，即摆阮阿姨精神无够好，我惊阮阿爸一个人无度照顾，你留落斗三工好无？我袂瘾，迄个小婆吼，你早早伊去死。阿伯，算我拜托你嘛。好嘛。阿伯，啊？阮阿姨若精神搁再乱，你甲伊讲，我一定互伊一个交代。哦。啊，搁有，阮阿爸，别项都拜托伊。无可能啊！伊搁特别交代我讲，今仔母事管做无用的，伊要留喺厝斗3工啊！为啥那要骗我？啊！你安尼讲，我想起来啦，迄素云拄则咧讲话，迄个嫌怪怪了，而且要走的时阵哦，佮讲好标在阿伯万项着交代互你啊，啊我着讲好。哎，点点啊，你是要倒啦？啊！
素云姑娘，这是阿杜啊上好的酒，你陪阮厅长好好啊饮两杯，这气氛偌好诶，你千万唔通辜负哦。好啊，你注意啊，无我命令不准甲阮搅了。嗨。素云姑娘，我听土地龙伫讲，你是专工来甲我探望的。但是为入门到即马，你一句话拢无讲，你安尼敢是探望病人的态度？好歹你嘛要敬我一杯啊！我想你来遮是有其他的目的，对无？你希望我放黄启明对无？不管你有啥物企图，不管你要安怎利用我，你肯来看我，我已经真欢喜了。我对你永远是用真深。咱两姊妹个见两界面，讲啥物用情真深？你敢会感觉你安尼讲是过头虚情假意？真好，你讲的真好。但是你爱知影，我宫本太郎对查某人一向是讲袂着的，无遮尔高礼数。我对你，煞派人去恁兜提亲，伊阁正式路骗野抓。老实讲，你应该感觉真光荣才对。照你安尼讲，我应该感谢你看我有气咯。这杯酒我敬你。素云姑娘，你实在是真水，啉酒的款也阁较水，尤其是你面红红，非常的可爱。摕这款奥步数来对付我，你毋先去探听清楚，我宫本太郎是何等人物？早就知影你想啥，是因为我介意你，你早就无。素云姑娘，你也知影好歹。素云，来，我进来。大个，迄房间内底乒乒乓乓，发生啥物代志啊？啊，唔知哦，新红楼新地沟烧噗噗，第人哦车薄饼，安尼夫妻可是当然的啦。来，这个，走！道明，嘉明，道明，啊，告诉你，道明，快点干，是。有人安慰，你不是这个，汉家。我李龙，你讲较清楚诶！你讲伊嘛是有兰花？唔是嘛是啦，伊是正讲有兰花啦，啊，不过有兰花叫我天上啊，不过伊规模也无宣传。早甲你讲去啊，真正玉兰花，你永远都抓袂着啦。安尼讲起来，你就是素云姑娘迄个死去的爱人啊！兄弟，你就是有兰花啊！你偏偏
你的目眉、你的目睭变成灰了，我嘛知影啦，一模一样。你是真正的姚南辉，我怪你武功不还。校长，你武功再好，今日走袂出咱的天罗地网。只要你下令，外口有卫兵哦，乱七个把死。点你，放伊走。校长，你安尼放好规山，安尼讲好。我拄着对手啊，你敢无看？身为一个武士，上大的快乐是拄着一个旗鼓相当的对手。我宫本太郎是日本剑神宫本武藏的第3代孙。我伫日本的决斗场连胜50场，已经有真长一段时间找无对手啊。今仔日拄着姚南辉，总算互我找着啊！你要叫我甲你决斗？无错，我要单独甲你决斗，敢若咱两个，卖用枪，敢若用剑，一场决生死。当然啦，我自早就想要得到素文姑娘，假使我若赢，素文就是我的。那卡输我赢咧，你家己讲，会用？我要你当场甲黄启明放走。会用的。时间就约一个明仔下晡2点，第1点你见。无咯，听到安尼伤麻烦啦，即摆就甲你压开吼。吴老师，放伊走。哎，地点，就约在淡水海边啊，我会准时到。宋文，啉茶啦。哎呦，你是要甲我惊死的迄啦？啊，你哪会遐尔好大胆啦？家一人走去宫本遐？啊，等你完了无？又甲你卡着无？你有受伤无哈？我看无啦，啊，好佳在添顶赶到位，真歹势，互恁大家烦恼。无就好啦。素文，以后千万唔通做这款代志。万一你若发生意外，你要叫阿爸安怎做？阿爸，哎，太明大，迄个宫本讲要招恁决斗，才肯放恁两个，啊，你有答应无？为着素魂，为着启明，我当然嘛爱答应伊啊。哎呦，唔通啦！这内面迄条问题，你袂晓去哦，吼。无要紧啦，啊你讲阮头路吼，当场就使派兵甲阮抓起来，但是并无安尼做啊，表示这个人讲话是算话啦，免烦恼啦吼。也毋过伊讲伊伫日本是连赢50场呢，这个风声我有听到哦。人讲伊伫日本是天下无敌的第一武士，伊今仔日要招你决斗，伊是要拍倒你这个姚兰花，建立伊伫台湾的威望。六嫂，你何必去受这款的侮辱？爱去啊，当然爱去啊！哎，我一个心肝仔伫迄人的手头呢，你得爱想办法救阮囝倒转来啊！吼，你家己的囝就是囝，啊，别人的囝就唔正囝嘛哈？天顶去富裕，假使讲若有啥物三长两短，你的意思是讲死道友啊，唔免死贫道对无哈？杨兰花啊，你死个活起来，你已经变成神人了。我相信讲，你一定有法度通拍赢迄宫本，救阮囝出来，对无？我当救阮囝出来。莲花姐，素文为着要救启明，差一点就无命通我转来呢。你敢真是着安尼逼到每一个人拢去送死，你才甘愿心？我歹趁着你做啦，我要救我的囝，我要救我的囝，我的囝，我的囝，好啦，莲花姐，我的你莫安尼啦。囝，好袂使啊！我就讲这宫本哦，伊嘛无一定会拍赢阮大个啦。你若讲较早阮天明大，我唔敢讲。但是阮天明大这段期间哦，伊下细嘛咧练功夫哦，拍赢伊哦，真拼咧啦。对啦，你一定会赢，你一定会赢，对无？你一定会赢，对无？好啦，莲花姐啊。我甲你强本吼交手过啦，会使讲哦5分啦，无啥物好惊的啦。莲花姨啊，你放心啦，我一定尽我的力量，甲启明救回来。哦，多谢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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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你要搁考虑者无？我是讲吼，有人会哦，甲救命怪鸟咧，啊，毋干安尼尔咧，伊敢孙无讲会晓72遍，我惊，我惊。你惊我会输？无咯，听着，你哪会输？听着，你天下无敌咧，有人会是要来甲你比？我是讲吼，伊迄个人吼太奸巧的啦，咱以前遮济人将伊搁厉啊、搁行、搁乖、搁较称赞，拢无伊的法度。听着，你明仔载你一个人，敢会伤危险啊？你的意思？我想吼，咱会用了人的理由去拨弄，将伊称赞。这款步数，毋是武术的精神，来破坏我天下第一的威望，你知无？我甲姚兰辉的决斗是1对1公平的决斗，我要用我家己的力量击败姚兰辉，得到素文姑娘。啊，毋过好啊，你出去啊，莫阁讲遐无意义的话啦。嗨！好无啦？你家己看就好啊啦。你最近拢去陪小米子啊，拢袂插人啊？小米啊，破病啊，人无爽快。你家计较遐济要创啥？你，来，滚啦，滚啦！安娜达，阿妹，苏长来，我一定要记你啊！哦，陶老师，这样晚你还袂好困啊？困啥？我若要互你知吼，连你有3暝3日，你嘛困袂去。我什么都困袂去，天放落我照困不误。真兄，廖上搁活起来呢？啥物？廖上搁活起来？你所讲的廖上，是因咱熟悉迄个廖天虎？千真万确啊！我讲的，都是布店的头家廖天虎啦。哇跳跳，在我面头前出现呢。就真有可能。要然呢？迄一天凊彩到底是咩人呢？我唔知啊。好了，你有遐问看卖无？身躯是烧的还是冰的？有啦，我有特别注意哦。我看伊行路时阵哦，脚在涂骹，是人摸唔着啦。安尼是毋是人去假？还是替身的？哎呦，我不爱甲你讲啊啦。明仔载下晡吼，伊甲阮厅长在淡水海边要决斗，到时阵哦，你看你就知影啦。陈丁，哎，你在练什爽么？啊！啊，你下木剑。你不用木剑，你骨头。是啊，啊，这个木剑比普通的木剑搁长一尺，我得卡伫迄时阵会发挥伊的作用。陈丁，说说去，你要去骨头好无？爽啊！啊，你若搁讲这种话，我已经无办法反悔啊！你也知影，这场决斗，唔只是为了我个人，嘛是为了所有受压迫的人。我袂当无去。我唔知影，我足惊，时间愈逼近，我就愈惊。丁丁，你答应我，你要去骨头好无？你要去骨头啦！素云，免惊，你想看卖？你是遐尼勇敢的女性，你应该鼓励我，花支持的力量才对啊！我本来嘛感觉我是真勇敢的人，但是我无度目睭金面看你去甲拼生死，我做袂到，我做袂到。素云，较坚强一点，提出信心来。就算讲我会输，你一定要答应我，一定要勇敢活落去，哦。婷婷。
报台长，你决斗要穿的衫，我准备好势啊。好。哎呦，台长，我看到你这个剑，我规身都搞不出气喘。这是行道第一夺剑赛鬼冢光之用3年的时间锻炼成的名剑。我用这口剑伫日本决斗场连赢5台，嘛是因为安尼，这口剑变做日本的第一名剑——鬼冲剑。鬼冲剑，因为相当有名，你可要试看卖嘛？唔通啊！根据你的了解，这个摇篮花上厉害的剑法是倒一招？报台长，我探听的结果，有人会上厉害功夫，就是腰斩的功夫。哦，台长，你甲伊决斗的时阵，你要较注意你的腰哦。嗯，你即马去将我拄仔底的富士剑甲摕出来。富士剑甲，我的洪金义啦，跟伊的刀剑不行，知己知彼，必争必胜。伊摇篮花若是拄着我，也是无可奈何啦。是你啊，咪姑。哦，大啊，愈来愈厉害哦！哦，连我伫你后壁，你就知影，袂顺啊顺服你。即摆吼，万事齐全，就等决斗迄个时间到。啊，毋过大个，有一件代你也真注意啊。这个宫本太郎，伫咧日本是真出名武士，是宫本武藏第10代孙啊。宫本家的人，伊上禁忌的，就是伫咧决斗的时阵，面绝对袂当向着太阳。像当年宫本武藏之所以当打败佐佐木小次郎，就是利用佐佐木小次郎伊的面去向着太阳，这日头光伤过插目，所以才有机会去打败对手。所以大，到时阵你得爱去，先手着，莫向着日头光，那你就赢一步。
迄敢是叫人花？啊，伊无死，伊要来救我，啊？这要哪有可能？六三，真正是六三，我毋是咧做梦，真正是六三。六三，真正是六三。兰花，你即马知影我行到第一名剑，果然是名不虚传吧？听到啊？哪安尼啦？你甲听你扶起来。阿叔，你甲犯人放开，听到？唔通啊！注意言记住，驷马难追，这就是武术的精神啦！紧甲伊放开！系，甲放开！听到？大英雄，多谢你，多谢你救命之恩。莫讲遐多啦，我先带你转来。看起来咱廖上也爱款的。廖三，廖三，廖三，你要照家哩，咱无讲一声。廖三，原来迄个死的人是你。
会当搁再看到你，我实在是太欢喜了，刘三。头壳小姐，你哪来遮咧？我就是唔敢相信讲你还搁活伫这世间，我一定要亲目睭看到。这段日子，我每一暗拢咧做梦，梦见到你还搁活伫这世间，想要到我所梦的，拢变成真的啊！刘三，头壳小姐，你刘三，我拄则有看到你决斗的模样。你实在是真了不起呢！迄个宫本哈罗是阮日本的第一武士，但是你所表现的比伊搁较紧，比伊搁较水，你才是真正的武士。无啦，唔通安尼讲啦。我为着救人，只有拼命。廖三，你还袂甲我讲，这段日子你是要为倒位去啦？我落要去练功夫啦。你咧？这段时间你过得好无？做人做伊的日子，要哪会好过？要啥？要啥？青阿兄，你什么时阵来？要啥？伊无死，我是真欢喜。我嘛是安尼想。是啦，我心内嘛感觉足甘心的。难得头壳好小姐，无甲我当作大贼狗，佫甲我当作好朋友伫看待。我想吼，青阿兄心内嘛是安尼伫想的啦吼。歹势啦，我真是咧，我先带客明转来啦。练功后再去拜访，吼。你也当转来去啊？刘安某，我甲你爱啦。唔得，唔敢麻烦你啦。罗兰辉，虽然我到即摆还想无讲你想要死去啊，会搁活倒转来，也毋过迄无重要啦。重要的是吼，我即摆了解啊，你甲素云哦，两个才是天生的一对，郎才女貌，关系足见效的。我较早哪会不当遮尔来袂当安诚心诚意来成全你。唔通安尼讲，那是因为你伤过爱素云的关系啦。感情的代志，哪有啥物对甲唔对的？来啦，紧转来哈。开明，开明。你干嘛安怎？我有救啊！较动来，我陪你转来。开明转来，进来，开明转来，开明取消啊！进来，我请进来。阿伯，开明受到重伤，你去看一下，进。错。阿伯，赶紧，起啊吼，大丈夫，上尾先生来，进。我看卖咧，天明啊，我的心肝疼，哎呦，这无啥事，你来想到这厉害啦，哎呦，我的心肝疼。启明，靠完去，启明，启明。无好，我家己知，仙丹庙药嘛无法通救我。哎呦，王姐，阿母伫你身躯边，你哪通讲这款话啦？哎呦，我若走了。你唔通伤心，你一定要坚强起。我袂听这款歹听调的话啦，启明
心肝囝，你千万都唔通安尼讲啦，我的囝。唔通讲，你也感觉足骄傲的，你有一个做了不起的后生，你知无？我无甲你闹开，我替台湾人出一口气啊！但是因为安尼来死，我一点仔都无怨痛，我感觉足客得的啊！哎呦，我的囝，心肝囝，你哪能讲安尼啦？阿母唔敢啊，阿母唔敢啦。你莫哭。阿母莫哭，阿母莫哭，你大汉啊，你有你的想法，阿母莫哭，阿母莫哭，你够元气咧，乖囝，你够元气咧，阿母无哭。了啥？我伫遮。宋文，了啥？宋文是一个真好的查某囡仔，我即马就教好你。你啊，一世人好好照顾、疼惜伊，你知无？我爱你即马就答应我，我死了后，我你来会当甲宋文完婚，再娶宋文入门。启明啊！安怎？敢讲你要当完成我做这愿望啊？启明，你莫搁讲啊，你的身体较要紧。启明啊，敢讲你的我希望我客行袂开脚死。启明，你莫安尼想啦。好啦，我答应你，我答应你。加早厅长大人的伤口无真深，无去伤着要害，歇困几工啊，就会使复原啊。嗨，陶立龙，陶立龙，陶立龙！嗨，听你。是安怎你无我的允准，自作自断派人去甲伊暗杀？安怎？迄个时阵尔，这土地公是咧想讲吼，即摆我头厅长吼面子真扫落地啦。厅长，我不忍心看厅长受这款侮辱啊！我一定吼要面子讨回来。本来是要想讲有人会互甲修理甲清顺，报答大人了对土地公的栽培之心啊！谁知影失败去啊！不过你这款偷家婆，完全破坏我身为武士的威信啊！嗨，厅长，你尽管去做你的武士，迄个下死下级的代志吼，交我就会使。袂见啥，是我武士英雄，是厅长。宫本太郎一世人，捌遮凉陪过。想袂到讲，伊佫炸一支8尺长的木钳，比我的剑佫长一尺。我的剑袂到，伊木钳先到。哎呀，这有人会有太皮皮的，伊嘛偷食包嘛？这毋是偷食包啦。当年我的祖先宫本武藏打败佐佐木小次郎的时阵，也是用一支8尺长的准备，兵不厌诈，这是智慧的表现。哎，我问你，你提供我的情报，到底是倒一点袂记你讲？是安怎伊会晓听因辩位？我用日头反射的剑光插伊的目睭，伊的目睭煞起起来，
搁挑工声东击西，想袂到讲你的鱼坑这尔来，反倒转来给我拍败。你讲，兄弟，我想起来啊，青梅人哦，鱼坑足来的啦，无偌久之前有人花，目睭看拍甲强要青梅。青梅，原来如此啊！青梅，原来如此啊！注意！我警告你哦，不准你搁去动日来回天去卡无！3天以后，我搁要带伊关到，甲伊一决生死！抓紧！是要管你天意嘛？这个囝饲到这么大汉，死到这么不明不白。连好好甲伊办一场丧事都袂用哩。宋子啊，你会当看啦。靠袂讲忝啊，困去。讲假好听，讲要决斗，我看是款套啦，把我当作狗咧啦，骗死啊！我就是狗，狗话免来听哩。太可气了，太忝，根本将咱台湾人的主业砍到土下里打。哎，老弟啊，我听到你咯。叫我爹你啊来啦！对我一样，对我也卖了。好大卖走，好大卖走！你做嘛就要天价讨命？卖走啦！你下摆你给我试看卖，我哋来强心我来强哈！你唔惊死？你无良心，你什么代志你都做会出来哈？你我呀！认真的啦！你想咱拍架你要伤阮囝哈？你这个笨手，无良心，我跟你讲哦，你哦死了倒底下你要养笨手。你看点你这老番无你个较差不多的哦。若是阮听你有交代，袂顶动你一挂人。啊若无，我掠真天杀一个哦。你讲啥？无你想安怎？人已经死啊，你敢无看哦？你安怎才会挽救？啊！我只不过来传话，昨迄场决斗只不过办身尔。3天了后，红本听你甲你，搁有一场搁较正式的决斗。同一个时间，同一个地点，你一定爱来，有听无？行。正是，我再讲卖走，再讲卖走啦，卖走！哎呀，我打，打是对唔对？即摆拢伊讲的。上好啦，第2摆决斗，头一摆我手下留情，伊遮尔唔知影好歹，会用的。这摆我绝对无要饶伊，是让你起面报仇。